多謝。今日能夠同你哋一齊參加你哋從世界上最好嘅大學之一嘅畢業典禮，我感到非常之榮幸。說實話，我個人從未真正咁從大學順利畢業，而而家呢個確實係我人生中離大學畢業呢個重要里程碑最近嘅一次經歷。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我人生中嘅3個故事，就係咁樣，冇乜大不了嘅。第一個故事係關於點點連成線。我喺 Reed 學院讀咗6個月之後就退學，但之後又以旁聽生身份留咗大約18個月，先至真係離開。咁我點解要退學呢？其實一切喺我未出世之前就開始咗。我親生媽媽係一個年輕未婚嘅研究生，佢決定將我送去俾人領養。佢好堅持一定要由大學畢業生收養我，所以一切都安排好佢。原本打算一出世就俾一位律師同佢老婆收養，但係到我出世嗰陣，佢哋臨時改變主意，話其實想要個女。所以我而家嘅父母當時嘅等候名單上，半夜收到個電話，問佢哋：我哋有個意外嘅男 BB， 你哋要唔要佢？佢哋話：梗係要啦。我親生媽媽之後先發現，我媽媽其實喺大學畢業，而我爸爸連高中都未畢業。佢拒絕簽最後嘅收養文件，直到幾個月之後，當我父母承諾一定會送我去讀大學，佢先肯簽。呢個就係我人生嘅開始。到咗17年之後，我真係去咗讀大學，但係我天真咁佢哋一間學費差唔多同史丹福一樣貴嘅大學。我嗰啲工人階級父母一生儲落嚟嘅錢都用晒佢俾我交大學學費。讀咗6個月之後，我完全睇唔到有咩價值，我根本唔知自己人生想做咩，更加唔知大學點樣可以幫我揾到方向。但我就係咁樣花緊我父母一世人辛苦儲落嚟嘅錢，所以我決定退學，相信一切都會有好結果。當時其實都幾驚嘅，但而家回望，呢個係我人生其中一個最啱嘅決定。一退學之後，我就唔使再上呢咁興趣嘅必修課，可以自由去聽佢我覺得有趣嘅堂。其實都唔係咁浪漫嘅。我會佢哋可樂樽去換5毫子，按金佢哋買嘅食。每個星期日晚上，我都會步行7英里穿過城鎮，去哈瑞奎斯嘅神廟食一盞豐盛嘅晚餐。我好中意，而我憑住好奇心同埋直覺偶然發現嘅好多嘢，後來都被證明係無價之寶。我舉個例子，當時嘅理德學院或許提供咗全國最好嘅書法教學。整個校園裏每一張海報，每個抽床上嘅每張標籤，都係精美嘅手寫書法作品。因為我已經退學，唔需要上正常課堂，所以我決定去上書法課，學下點樣寫得咁靚。我學識佢有襯線同無襯線字體，學識佢點樣調整唔同字母組合之間嘅間距，仲有佢哋令到一個字體設計變得咁出色。呢啲嘢好靚，好有歷史感。藝術上又好細膩，科學根本捕捉唔到，而我覺得好吸引。呢啲嘢對我嚟講，當時根本冇諗過有咩實際用途。但係10年之後，當我哋設計第一部 Macintosh 電腦嗰陣，呢啲嘢全部都翻晒啲我腦海。我哋將呢啲全部都設計咗入去 Mac 度。呢部係第一部有靚字體設計嘅電腦。如果我當年佢去上嗰堂書法課，Mac 根本唔會有多種字體同埋等寬字形，而且因為 Windows 都係抄 Mac 咧，所以好大機會企一部個人電腦會有呢啲功能。如果我哋退學，我就唔會去上嗰堂書法課。而家佢個人電腦都未必會有咁靚嘅字體。當年我哋大學嗰陣根本唔可能預計到未來會點樣串聯起呢啲點。但係10年之後回頭望，一切都好清楚。再講多次，你唔可以預先串聯佢點，向前望係做唔到嘅，你只可以回頭望先至串聯到佢哋。所以你要相信佢點將來會以某種方式連接埋一齊。
你要相信某啲嘢可以係你嘅直覺、命運、人生因果，佢都好啦。因為相信佢點將來會連接埋一齊，會俾你信心去跟住自己嘅心走，即使條路唔係大家都行開嗰條。而呢樣嘢會令一切都唔同晒。我第二個故事係關於愛同失去。我好幸運，我好早就揾到自己中意做嘅嘢。我同 WOC 咧喺我屋企車房度創立咗 Apple。嗰陣我得20歲，我哋努力工作10年嚟，蘋果公司從車庫裏邊嘅2個人發展成為一家擁有4000幾名員工、價值20億美元嘅公司。就喺1年前，我哋發佈咗我哋最傑出嘅作品 Macintosh 電腦，而我當時剛滿30歲，然後我就被解僱咗。你點樣會被自己創辦嘅公司解僱？隨住蘋果公司嘅發展壯大，我哋聘請咗一位我認為非常有才華嘅人與我一齊管理公司。頭1年左右，一切都好順利，但之後我哋對未來嘅願景開始出現分歧，最終我哋鬧翻嘅。我哋董事會支持佢哋，所以喺30歲嗰年，我被踢出局，而且係好公開嘅被踢出局。我成年以嚟一直專注嘅事業，一夜之間冇晒，真係好打擊。有幾個月，我真係唔知可以做啲咩。我覺得自己辜負咗上一代嘅創業家，好似接力棒傳到我手上時跌咗落地咁。我去揾佢 David Packard 同 Bob Noyce， 試下為自己搞砸嘅一切而道歉。我成為咗一個好公開嘅失敗者，甚至諗過要離開矽谷。但係有冇佢慢慢喺我心入邊浮現出嚟？我依然好中意自己做緊嘢。Apple 發生嘅事完全冇改變到呢一點。我雖然俾人拒絕嘅，但我依然深深咁愛住，所以我決定重新開始。當時我未睇得出，但原來俾 Apple 炒嘅係我人生入邊發生過最好嘅事。成功帶嚟嘅沉重感，俾重新做新手嘅輕鬆感取代咗，對所有嘢都冇嘅肯定。呢件事令我可以進入人生其中一段最有創意嘅時期。佢之後5年，我創立咗一間叫 Next 嘅公司，另一間叫 Pixar。仲遇到咗一位好出色嘅女士，最後成為咗我老婆。Pixar 之後製作喺全球第一部電腦動畫長片《反鬥奇兵》，而家已經係全世界最成功嘅動畫工作室。好戲劇性嘅 Apple 收購嘅 Next， 我又翻咗去 Apple， 而我哋嘅 Next 開發嘅技術，依家就係 Apple 復興嘅核心。我同 Lorraine 一齊組織咗一個好幸福嘅家庭。我幾肯定，如果當初佢被 Apple 炒咗，呢啲事都唔會發生。雖然嗰劑藥好苦，但我哋病人係需要食嘅。有時人生會好似俾塊磚頭咁掟中你個頭，唔好失去信心。我深信唯一令我堅持落去嘅原因，就係我真係中意自己做緊嘢嘅。你一定要揾到你中意嘅嘢，呢個道理對工作同對你愛人都一樣啱用。你嘅工作會佔據你人生好大部分。而唯一真係可以令你滿足嘅方法，就係做你認為偉大嘅工作。而做到偉大工作嘅唯一方法，就係要中意你做緊嘢嘅。如果你仲未揾到，就繼續揾，唔好將就。好似所有關於心嘅事一樣，當你揾到嗰樣嘢，你會知嘅。同一段好嘅關係一樣，隨住時間過去，佢只會越嚟越好。所以繼續揾唔好，將就。我第3個故事係關於死亡。我17歲嗰陣睇過一句佢嘅說話：如果你每日都當今日係你最後一日嚟去生活，總有一日你會真係啱。呢句說話對我影響好深。從嗰陣開始，過去33年，我每日朝早都會對住鏡問自己：如果今日係我人生最後一日，我仲想唔想做我今日打算做乜嘢？每當連續太多日答案都係唔想，我就知道自己要改變佢哋。記住自己好快會死，係我人生入面遇過最重要，幫我做重大決定嘅工具。因為幾乎所有嘅外界嘅期望、自尊、怕丟臉或者失敗嘅恐懼，呢啲全部都會消失。面對死亡，只會剩翻真正重要嘅嘢。記住你遲早都會死，係
係我認為避免陷入以為自己有冇可以失去咗最好方法，其實你已經一無所有，所以冇理由唔跟住自己嘅心走。大約1年前，我被診斷出患咗癌症。我朝早7點半做咗個掃描，結果好清楚咁見到我胰臟有個腫瘤。我連胰臟係咩都唔知。醫生同我講，呢種幾乎肯定係冇得醫嘅癌症，話我大概只可以再生3至6個月。我個醫生建議我返屋企安排好自己嘅事，呢句其實就係醫生嘅暗語，叫你準備好離開人世，即係要攞得返幾個月嘅時間，將你原本睇住未來10年先會同你仔女講嘅嘢一次過講晒俾佢哋聽，即係要確保所有嘢都安排得妥妥當當，令你屋企人可以盡量輕鬆咁，即係要同大家講再見。我成日都帶住呢個診斷結果過日神。到咗夜晚，我做咗個活檢，佢哋用內窺鏡由我喉嚨伸落去胃，再入到腸，然後用針插入胰臟，喺腫瘤度冇咗幾粒細胞出嚟。我嗰陣有打咗鎮靜劑，不過我老婆喺度，佢同我講咗成件事。當醫生用顯微鏡攞咗細胞嗰陣，佢開始嗌，因為原來嗰種係一種好罕有可以用手術治療嘅胰臟癌。我做咗手術，幸好而家嘅事。呢次係我最接近死亡嘅時候，我都希望未來幾十年都唔會再嚟接近。經歷過呢啲之後，我而家可以同你講呢番說話，比起以前死亡只係一個有用但係純粹理論嘅概念，我而家講得更有把握。冇人想死，即使係想上天堂嘅人都唔想為咗去嗰度而死。但係死亡係我哋大家都要面對嘅終點，冇人可以逃得過死亡。而事實上，死亡好可能係生命最偉大嘅發明。死亡係生命嘅變革推手，佢會清走舊啲，等新嘅有位出現。而家新嘅就係你，但係有一日唔會太耐，你都會慢慢變成舊啲，然後被時代淘汰。唔好意思講得咁戲劇化，但呢個真係事實。你嘅時間有限，所以唔好浪費睇過人哋嘅人生。唔好俾教條困住你。所謂教條呢，就係活喺其他人思想嘅結果入邊。唔好俾其他人嘅意見嘈到你聽唔到自己內心嘅聲音。而且最重要嘅係要有勇氣跟隨你自己嘅心同直覺。佢哋其實已經知你真正想成為一個點樣嘅人，其他嘢都係次要嘅。我細個嗰陣有本好勁嘅刊物叫《全地球目錄》，係我哋嗰代人嘅聖經之一。呢本書係一個叫 Stuart Brand 嘅人創作嘅，佢用嘅詩意嘅觸覺令本書變得生動有趣。呢個係60年代尾嗰陣時，未有個人電腦同桌面出版，所以全部都係用打字機、剪刀同即影即有相機整出嚟嘅。佢有幾似一本紙本版嘅 Google， 早啲 Google 出現35年。入邊充滿咗好多實用工具同競爭嘅想法。Stuart 同佢嘅團隊出咗幾期全地球目錄之後，當佢完成佢哋嘅使命，佢哋就出咗最後一期。嗰陣時係70年代中，我就係你哋而家咁大。佢哋喺最後一期嘅封底有一張清晨鄉間小路嘅相，就好似你如果夠膽去搭順風車，可能會行過嗰啲路嘅。相下面寫住保持金渴，保持愚蠢，呢句就係佢喺告別時留低嘅說話。保持抗渴，保持愚蠢，我一直都希望自己都可以咁樣。而家你哋畢業，準備展開新一頁，我都同樣祝福你嘅。保持抗渴，保持愚蠢，多謝大家。